台南关电种的菱角是全台湾上介济，即卖也当咧采收的是四角菱，这是农民为着复育菱角鸟所种的品种。也因为这个菱角收成拢爱靠人工，人口老化，加上欠工，致使今年种的面积减少2成。加上这外来种的影响，菱角鸟的生团甲复育，才有可能受到压迫。农民骹手溜了，无偌久规桶装满。即阵台南关电所采收的菱角是市面上较罕看到的四角菱，这参两角菱的差别是栽种甲采收时间无同款。农民为着菱角鸟设想，用2种品种的时间做连结，互鸟仔规冬拢有物件通食。菱角采收全靠人工，面对人口老化，加上请无工，农民只好家己做千岁团落去办。做事个少啊，老的死的死。少年都无听，无讲就无效啦。你看，咱命啊，你看，就安尼尔啦。我从小看到大，然后我希望小孩子是往科技方面的走，不是往农业走。至少不用晒太阳吧。伊一开会当生7届至8届左右，所以咧，因咱每一条路，你搭主菱角你拢去甲掀，所以这个人工的部分，到即目前佫嘛是佫无解。农会指出，关电早前种菱角的面积有400公顷，近来因为欠水，加上无人愿意做这道，地属面积减2成。另外，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指出，近来鸟仔受到外来种侵害甲真严重，其中泰国高带甲亚洲4卡占上济，因强制甲菱角鸟生的卵拆食落腹。地属民间拼死想办法做解决。因为我咱试过啊，我捌用棒棍啊，用网我网用落掠了吼，用迄4万块的网落掠，结果拢位面顶个跳出去。阮怎啊买啊，用科技的方法是上紧的，而且嘛是较有效的。同款是外来种，也有青豆丁，嘛是拖家规世界。农民烦恼买手因敢会来产林了乱。生态教育园区指出，目前也无出现，万一若有，因讲会赶紧通报，派人来抓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